Tony 哥你好啊，咁咧網上咧有好多朋友仔都問翻喎，佢哋初學者點樣選購一支有保證嘅雪茄啊？麻煩你啊，幫大家解答下。如果你要有保證嘅雪茄，咪買行貨咯。行貨就有保證，行貨就有保證。OK， 嗱，咁你要買支，仲有你初學時300-400蚊支雪茄就最啱食，唔需要買到800蚊、1000蚊嘅雪茄，300-400蚊咧就啱。咁300-400蚊嘅雪茄咧，就係點樣去？點解係要300-400蚊咧？因為有一支用手做嘅雪茄做出嚟，用手做嘅，如果同啲中型嘅廠買，如果嗰啲代理商都要8蚊美金到12蚊美金左右，咁你當佢10蚊啦，10蚊美金啦，咁啊運費翻嚟要10蚊啦，損耗就10蚊啦。我講港紙啊，10蚊美金咧就係買一支雪茄，10蚊運費係港紙，10蚊個損耗港紙，QC 翻嚟又10蚊，咁咧就要打稅喎。咁打稅咧5寸嘅雪茄咧就大概50蚊度，6寸嘅雪茄就60蚊度。我講而家啦，3000幾蚊一 kilo 計。咁咧而家我提起呢兩隻嘅咧都係古巴人喺多明尼加做出嚟嘅口味雪茄，同埋我咪講俾你聽，佢有3隻口味嘅。頭先一隻口味啦，呢度一隻口味啦，呢隻一個口味啦，咁啊3種雪茄。咁你諗下啦，佢翻嚟嘅成本都要百幾蚊，6-7蚊成本。咁你要買到經過批發商同埋零售商，你買300-400蚊嘅雪茄食係合理嘅。咁你哋自己去分清楚，你需要食邊隻雪茄啦。咁呢個品牌有9種雪茄，下次第8集再講。拜拜。拜拜。小紅書